市區新樓向來都係備受追捧㗎。咁如果係鄰近港鐵站嘅一手樓咧，係更加連好多用家同埋投資者都睺到實一實㗎噃。由港鐵聯同兩間本地有名氣發展商合作嘅呢個項目，設於油塘高超道一帶，實際地址係高雅里8號。項目景觀優質，坐擁山海雙景，同樣優質嘅市區項目咧係相當之難求嘅。至於市況方面咧，由於近年唔少嘅專才、高才同埋留學生持續嚟到香港，帶旺咗香港嘅租務市場。而本身油塘區內嘅租務需求咧已經非常之強勁㗎啦，配合今次呢個項目嘅戶型咧非常之符合市場需求喎，所以咧估計今次會有唔少嘅投資客出手入市收租啦。鄰近油塘站，接通鰂魚涌及九龍灣以至啟德各商業區，交通非常之便利。項目依山而建，提供748伙，預計會喺2027年嘅3月底落成。早前項目已經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而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戶，其中以1房同埋2房作為主打，佔總伙數大概80%左右。部分單位更加望到開景，而且仲有特色戶添。至於地區發展方面呢，其實油塘嘅配套已經係相當之成熟㗎啦。除咗有我身處呢個嘅大型商場之外，仲有體育館、公園等等嘅社區配套添。另外逐步轉型成為而家別具吸引力嘅商業區，令到九龍東嘅住宅價值進一步提升。同時，項目鄰近鯉魚門，除咗坐擁海濱美景之外，鯉魚門嘅獨特之處就係佢係香港歷史悠久嘅原居民定居點。狹窄嘅海口令到呢個地方成為優良嘅天然避風塘。今時今日啦，仲係海鮮愛好者嘅天堂添。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哋嘅前線同事，了解更多相關資訊。